大家好，我是吴明香老师。今日我来带大家做抗力球运动。今日我带玉莲老师，过来素珠老师，田先生强下来做运动哦。准备无磷的灯呢，含过一只抗力球，冇抗力球唔怕，用矿泉水瓶、毛巾球也可以，徒手也没关系。好，大家准备好嘛？开始了做运动喽！过了100，水米100。来，走路脚慢慢打开了，准备把拳呢来，慢慢的哦。第200，第300，第400，准备完片。第300，水米100，准备2级数。继续吧，准备完片。准备向头前，送到头前个纠正来，背囊欠下来，过来400，过来，准备单数，升到左边。顺到旁边，完片，过来，过来400，好来，慢慢放片，放起来，都扬起了。过来，树爱行起来，卡高，稳球诶，坐蛋糕稳球。好，脚打开来，准备发拳呢。过来，过来。完片，信号哦，够继续。好，准备来从头蛋糕，完片数。准备开始，发到旁边1、2、3、4，完片转到后背，go转到头前，完片。数爱一下上一下下哦，信号，完片，go完片，go完片。手右上，左上，旋转你的腰。好，转来高把拳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5、6，过来。好，准备完数。
哎，继续过2摆。准批温量级数，抽灯呢要抽一半出火哦，莫抽全部哦。水面100，好温片。准批推上头前1下扭转来，慢慢的送出去扭转来，送出去扭转来，送出去扭转来，送出去扭转来。过来2摆，亲好，拜人要纯切咯，唔好翘骨哦。哎，水面2摆。准批送到旁边去，1下温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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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温片，温片，好，温树旁边。名都起来，够娘上来，2上来，旁边点起来，点起来，上来，温片，温片，温片，高温片，哎，亲好，脚打开了转，温片。高温片，高温片，温片，温片，哎，过转到旁边，哎，转到旁边去，转到旁边去，水面2摆，好，头前1、2发钱呢，手蛋糕发钱呢，温片。是我纯切切咯，好，旁边来过去转来，来过去转来，把出去脚球转来，出去球转来，出去球转来，球转来，哎，亲好，温片哦。水面2摆，哎，转来，出去转来，出去转来，哎，数上下，上下，上下。脚高慢慢打开来，准批个发钱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温数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高1摆，5、6，温数。高温片。哎，送到头前去，扭转来，送到头前去，个扭转来，送到头前去，扭转来，个来，送到头前去，扭转来，水面1摆，扭转来，送到旁边去，1、2，转来，温片，转来，温片，转来，温片。转来温片，转来温片，水面1摆咯，转来温片，转来转到旁边1、2、3、4，温片3、4，整数转来温做数，高温片
高分片，哎，高分片，高分片，高分片，准备脚扭转了，走入，走入。然后珍珠旁边画一只圈呢，转来，画一只圈呢，转来，画，转来。最迷两百。好了，走入走入，身体放松。好，大家做到很好哦。你也个歇困一下哈，调整一下呼吸。